主席，國家15規劃明確提出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開創合作共贏嘅新局面。香港要融入同埋服務國家嘅發展大局必須要找準定位。我哋將會制定我哋香港嘅5年規劃，我哋一齊要積極參與同埋作出貢獻同埋服務。未來嘅5年香港要聚焦建設好10大中心嘅戰略定位，同埋善用一國兩制嘅優勢，推動高質量發展嘅新模式。首先，為進一步強化香港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嘅地位我建議政府應該牽頭培育以香港為總部、具國際公信力嘅知識產權價值評估嘅機構，推動創新研發成果喺香港做交易。通過做好香港研發，大灣區城市一齊做轉化，而喺我哋嘅國家嘅統一大市場去推動嘅應用場景，亦都推到世界各地。我哋憑藉着知識產權署嘅資源啦，香港5所100強嘅大學嘅科研實力、普通法嘅制度同埋調解嘅卓越能力政府係應該有條件可以牽頭設立一個生成式人工智能知識產權嘅資料庫。意思就係話我哋結合唔單止本地嘅研發成果嘅專利詞，亦都結合內地嘅研發成果同埋專利詞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去幫助工商界去好容易咁樣找到幫助佢哋升級轉型嘅一啲專利。而我哋香港亦都可以提供一啲智能合約啦，樣板式嘅智能合約，等佢哋好容易可以攞到授權咁平靚正咁用到呢啲科技，亦都分享到呢啲研發嘅成果，將佢哋嘅生意嘅收入可以大家有得分一杯羹。本人同埋霍啟剛議員同埋邱達根議員就一齊去推動出版 3.0+ 嘅計劃。我哋幫助協助版權人將數碼轉化知識產權，推動文化交流嘅外交。而家好多大規模嘅商家都表示，出版社係表示咗有意參與，一齊拓展世界市場，包括中東嘅市場。本人早前都到訪深圳有啲科技企業啦，就見到引證到佢哋可以好快咁用人工智能去轉化一啲文字去變做一啲影片，咁可以幫助呢個數據即係創意產業帶來更多嘅收入，亦都可以推動香港作為一個中外文化貿易交流中心嘅定位，提升中外文化喺國際嘅影響力。其次地緣政治影響到國際嘅局勢非常之緊張，我哋香港需要強化國際風險管理中心嘅功能，深化跨境司法協作，建立高效透明嘅跨境重組協助機制。因為而家我哋本地嘅一啲企業嘅重組法係停擺咗，個修改停擺咗好幾年，係時候再推出嚟。咁我哋推出更快嘅通道，更包容可以協助商界嘅一啲安排，亦都推動啲稅務相關嘅協調嘅指引去支持企業喺多個司法管轄區裏邊去同步重整嘅。我亦都留意到幾年前香港同埋內地喺內地政府嘅支持下有個試驗嘅一個做法，就係將香港嘅法院判作關於重組嘅一啲審定就可以喺內地執行，亦都可以反過嚟都一樣。呢方面其實可以做得更好。同時發展海事保險呢啲高端嘅業務亦都係香港係具備好多能力。香港有高質量嘅發展新模式我哋必須要因地制宜，勇於探索，推動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做出更多嘅貢獻。我呼籲各位議員支持吳傑莊嘅議員嘅議案同埋我嘅修正案，我謹此支持。多謝主席。